在家生邀假众生。台顶老艺术认真人布袋戏，大家观众看甲津津有味。台湾西天社布袋戏过去30多年来，为台湾布袋戏文化奉献未少心力。这摆更加长久保存的布袋戏相关文物，包括珍贵红仔、服装、鸡丝头、寄付交通大学，随后进行保存甲推广。西天社就是要看会当挽救这个布袋戏无。 看会当我台湾迄阵啊战前战后有一个时机，敢若歌戏甲布袋戏这两个艺术会当传落来呗。让少年人会当参加这庙戏吼所举办的一寡文化的活动，啊，咱甲这做大，咱甲这做好国际化，安尼哦，少年人就会当愈来愈较这个社会庙戏的这个活动哈，会当结合甲抑个较活泼哈。除了保存珍贵文物，交通大学各用3D 扫描技术，甲资料整理分类，让民众通徛荧幕中公布让稀年的布袋戏。那我们希望把科技引进来，让第一个就是说像这个影像处理人机器手臂怎么走路，然后另外声音，因为他讲的都台语，而且是很多的是用文读的，这个把很多的诗什么用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做语音的人进来。交通大学布袋戏社团捌在去年杀出家己制作的布袋戏电影，造成轰动。这摆阁得到台湾第一个关怀布袋戏的民间团体肯定，希望会当对布袋戏文化资产的保存尽更较侪心力。记者刘君豪，新潮报道。